凌晨5點15分，Hello 大家好，我係窮爸爸 Leo。今集想同大家講下我8歲個仔最近搞緊啲乜嘢。其實有時做爸爸真係好得意，你日日見住佢好似冇乜特別，但係突然有一日你停一停，望返轉頭，先發現原來佢已經識咁 Q 多嘢噶啦。最近呢種感覺好乸強烈。因為我留意到，自從今年9月開學之後呢，佢學校開始俾佢哋接觸 Google Cloud 嘅工具。老實講，一開始我就冇乜點樣在意嘅，心諗小學雞嘢啫，最多咪用嚟打下字 Google Doc、share 下功課咁咯。點知無端有一日睇真啲先發現，原來而家嘅小朋友同我哋當年真係完全兩個世界嘅事。學校會教佢哋利用各種 cloud 嘅工具，2條友 share 一部機，4個人一隊，訓練佢哋做 research、做 presentation、做 collaboration。每個學期做一個20分鐘嘅 presentation， 手唔可以揸 index card 提水。I'm like what the fuck？ 8歲人仔啫喎！如果你聽到呢度又中意我哋講嘅 topic， 俾個 like、subscribe， 感謝。個現實係佢哋由細個開始已經習慣咗同其他同學一齊喺網上面合作完成一份 project。我記得我嘅年代，我係19歲先開始做呢啲嘢。以前最初我哋點做 project 㗎？約去圖書館咯，借書、影印、剪貼，最多可能用 poster board 寫幾行字。而家呢，全部 online。全部 cloud， 全部 real time。有時我見到佢哋做呢啲 project， 我都開始懷疑人生。一份20頁左右嘅 PowerPoint， 由揾資料、揀圖片、整背景、排版，加埋背景音樂，佢可以1個鐘內搞掂。咁當然啦，呢啲 research 係8歲小朋友程度嘅 research， 但個重點唔係內容有幾深，而係佢哋已經習慣咗成個資訊整理同埋表達嘅流程。呢樣真係好令我嘆為觀止。而更加有趣嘅係，而家小朋友接觸嘅呢個世界，比起我哋細個嘅年代真係闊好多。例如近排我介紹咗一個平台俾佢玩啊，叫做 Astrocade。我自己覺得呢個平台呢就幾得意嘅，因為個平台可以俾佢自製自己覺得有趣嘅遊戲，唔使 coding， 全部都只係 text input， 跟住就有 output 嘅。佢形容得越仔細，個 game 出嚟嘅效果就會越好。佢哋個 model 係 learn to play，play to learn， 不過佢哋真係做到極致。個重點係好多時個小朋友以為自己喺度玩緊，但其實背後已經學緊某啲 logic。佢去形容自己想要嘅世界，要去 problem solve， 要鞏固自己嘅 concept。以前我哋學習同玩係分到好開嘅，而家學習本身已經變咗係遊戲，遊戲本身又可以變成學習，嗰條界線越嚟越模糊。另外一個要提嘅就梗係 Roblox 同埋 Minecraft 啦。我知有啲家長一聽到就頭痛啊，因為就會成日覺得個小朋友就掛住打機。但係如果你認真啲睇啦，其實 Roblox 同埋 Minecraft 最勁嘅地方唔係佢哋玩啊，而係裏邊嘅人群同埋裏邊嘅創造。即係 basically 以前我哋玩 Lego， 而家佢哋玩緊 Digital Lego， 仲要一群人一齊玩。一個小朋友可以設計自己嘅地圖，設計自己嘅城堡，設計自己嘅遊戲規則，設計佢哋嘅角色，設計經濟系統，等等等等。有時我睇住佢講解自己個世界觀，我會心諗：我8歲嗰陣，我做緊啲乜嘢啊？諗緊放學去整串魚蛋同燒賣，趕住返屋企睇閃電傳真機。而家嘅小朋友已經喺度設計緊自己嘅 virtual world， 真係好誇喎。不能不提嘅仲有佢哋而家嘅 research 能力啦。以前我哋最快嘅方法就係頭先講嘅去圖書館揾百科全書，
後尾叻啲啦，就 Wikipedia、Google Search， 而家一夜進化到 ChatGPT、Gemini 呢啲 AI 工具。重點係因為佢哋已經習慣咗呢啲工具嘅問嗰個模式啊，好多時佢哋得到嘅答案比我哋得到嘅更加 in depth。有時我會擔心究竟佢哋會唔會太依賴 AI， 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可能正如我哋當年用字典一樣，跟住之後用 Google Search 咁。我發現最大嘅分別唔係答案快咗，而係佢哋而家已經開始習慣同知識對話。工具永遠都會變，重點係識唔識用，識唔識問問題，識唔識判斷答案。呢啲能力可能比我哋以前死記爛記更加重要同埋更加有效。好，最尾一樣我覺得都幾神奇嘅嘢，又係另一個 what the fuck moment 啊，就係 social media editing。我8歲嗰個仔，佢已經識用 edit 嚟剪片，雖然只係手機版，但係基本嘅 concept 已經完全印咗喺佢個腦裏邊。佢會識加字幕，識轉場，識配樂，識整 thumbnail。因為以前我冇玩 IG Reels 啊、YouTube Shorts 啊嗰啲啦，我第一次剪片嗰陣咪係幾個月前咯，咪就係呢個 channel 咯。而家佢小學階段咋，唔止開始接觸，講緊有啲片有幾千 view。I'm like，where are these views from, bro？ 有時睇到佢嘅學習速度，我真係開始感受到自己嘅年紀啊！我覺得我已經唔係叔叔級啦，開始有少少恐龍級感覺。我突然發現，原來我唔係再帶住佢睇呢個世界嗰個人啊，有時反而係佢帶住我睇一個我未見過嘅世界。作為爸爸，呢種感覺其實幾神奇。不過講到底，我覺得最重要唔係小朋友學咗幾多個工具，而係佢哋點樣用，同埋有冇保持嗰個好奇心。因為工具會被淘汰，平台會改變，科技一定會更新，但好奇心唔會過時。願意學新嘢，願意試新嘢，願意探索未知，呢啲元素我全部都喺佢嗰度見到，咁就夠啦。我覺得呢樣嘢先係未來最重要嘅能力。作為父母，有時唔一定要跑喺最前面，可能只係陪住佢一齊跑，一齊探索，一齊學，咁可能仲好玩。我係窮爸爸 Leo， 講多次啦，如果你中意我哋講嘅 topic， 記得 like、subscribe， 感謝。如果有意見或者有嘢想分享，喺下面 comment 留言話俾我聽。咁就係咁啦，下次朝早5點再同大家吹下水啦，拜拜。